愿大家平安。我发现呢，我们喜乐诗班呢，每一次要唱的诗歌，总是要有2个喜乐，他们才甘心哈。但是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神赐给我们的很棒的一个礼物。这首诗歌真的是太棒了，你知道吗？这首诗歌大概有几年的光阴吗？我告诉你，我可以数得出来，40年前的歌了。40年前哦，40年前，然后呢，40年前我就带领一群的年轻人打鼓、弹贝斯、电吉他、那个电钢琴啊，在那个顶金教会的那个大讲台上面，在做诗歌的见证分享、诗歌的布道会了，很特别哈。40年前，你可以想象吗？教会会有这个东西吗？没有，对不对？40年前顶多有钢琴就很不错咯。当时候啊，有一些教会是连钢琴都不要用的，因为只有那个风琴，最好是那个管风琴是最棒的，那是最神圣的乐器哈。那么若不然呢，你要有风琴，钢琴是不行的，因为钢琴是酒店在用的乐器，所以不能拿进来。当时候呢，40年前我带吉他在教会弹就怎么样？就忤逆很多人而且我还搞一个乐团哈。但是那时候我也谢谢当时候我们顶金教会的牧师哦，他用比较宽广的心来接纳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所以也因着这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大概有10几位在顶金教会，就成为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活力跟服事的一个基础。那到如今呢，我这一代的跟差我们2、3岁的那一些的年轻人，加起来人数算不少，算是当时候顶金教会的非常的鼎盛，年轻人很鼎盛的时期啊。就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天空，可以把我们年轻人所领受的神的祝福的，可以分享出来哈，所以很棒啊。所以我跟永轩的爸爸有这么好的关系，也因为当时候他也很全然的支持我哈，一起来弹吉他敬拜神哈，还有他的叔叔也是哈，对，他的叔叔我也教他贝斯啊。现在他的贝斯还在吗？最小的那个阿龙啊，你问他看看他的贝斯有没有挂起来。年轻的时候我教他们贝斯啊、吉他啦、打鼓啦这一些，很特别哈。到这个时代，我们看见40年后的这个时代，很多教会都使用这些现代的乐器来敬拜神。我们现在会习以为常，但是当时候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而神在每个时代都在对我们说话，用我们听懂的频率、节奏，叫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更深去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永光教会因着有这样的牧师，因为这样的过去的经历，所以我们的乐团、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舞蹈，都是透过更多的多元的来敬拜神。我们也期待透过戏剧也可以带领人敬拜神，对不对？认识神，这也很棒。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的教会更多元的能够呈现这一些让我们在这里有更清楚来经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你每一个生命的每一天里面，他都在对你说话的神。这样很棒吗？对，我们这位神不是遥不可及的，是我们可以天天经历的。愿神帮助我们在永光教会耕耘真善美的心田，能够建造信望爱的人生。阿们。好，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的大能大力哈。好，来，上帝的话语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以信心宣告，
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用铿锵有力的来宣告，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哈。感谢主。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为基督而活。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所爱，也有所期待，这是每一个人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不仅这个爱，不仅在说我爱什么东西，我爱什么休闲活动，我爱其他的东西，也是谈到的爱人，对不对？你有所期待，这也是很棒的，因为你有期待，所以你就会努力，你清楚方向在哪里，让你的生活更充实，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而你知道吗？人不只是要有所爱，有所期待哦，人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是，人要被爱，也要被期待。比如说一个婴孩呱呱落地的时候，如果他不是被爱的，不是被期待的出来，那你知道他的前途是很坎坷的，不是吗？当然我们也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这样，都是被妈妈、被爸爸所期待的，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能够来出生，因为他被期待、被爱，所以他自然就会领受到这些爱跟期待在他的身上，而会有诸多的爱来充实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会有爱来扶持、来安慰、来鼓励他。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而你知道，我们如果是有爱的对象跟被爱的领受的话，那我们更要求神给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在被爱跟爱、被期待跟期待里面，我们总是要找出一个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个定义，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如果你确信你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那你就要相信你的生命的被造是被我们这一位天父所期待的。 OK 吗？可以吗？你觉得你是天父所期待的那一位吗？一定的，因为神的创造里面都是美好的，神都看为是好的，既是好的，当然就是他所期待的，不是吗？既是好的，就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生活的目标跟内容。好，那我们来看，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用3年半的时间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在这过程里面，他呼召人来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知道他有带领的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有好几位都是渔夫，对不对？还有税吏的，还有奋锐党的，就是比较激进的党派的。他的那些门徒的那个身份跟背景真的不是参差不齐的。然而这一些被耶稣所呼召来的，要做什么？就是让他们在3年半的过程里面，去亲眼看见这位耶稣，他竟然能够行神迹，他竟然能够医病赶鬼，从他所说的天国的福音里面，让他们大开眼界。原来他们的生命是这么可贵的，被高举起来的。因此当他们领受这一切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一些的门徒，最后他们为了能够把这基督福音传扬出去，最后都愿意殉道，用殉道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为什么他们愿意把生命奉献出来，甚至被五马分尸，甚至是当作电线杆在那里被火烧？他们为什么甚至是被锯成2截？他们为什么愿意
有办法这个勇气可以来领受这么大的一个极大的极刑，那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在新福音里面有一位叫保罗的，保罗他原本有很棒的一个身份背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他有学识丰富，他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是举足轻重的，是未来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所在培育的未来的领袖，未来的之星啊。但是这保罗当他遇见这位他所逼迫的耶稣以后，我们看见他的整个生命的翻转，让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圣经当中看见保罗，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是最伟大的一位宗教的教育家，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实践家。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说，哇，这位原来好像不可一世的人，怎么他甘心不为自己活，只为耶稣基督而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力量，怎么样的一个信念，让他能够走向这一条路？这是我们在看圣经这些人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来思考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保罗，或者这些耶稣的门徒，若不是跟随耶稣，若不是有这一份信仰，其实今天不会有人认识他们，对不对？不会有人认识他们。即便他们当时是不可一世的，但是100年以后、200年以后，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然而因为他们甘心的摆上他们的性命，我们就看见到如今我们依然在跟随他们的脚中，就像他们跟随耶稣一样来跟随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说保罗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保罗自己伟大，那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他因为有耶稣基督而伟大。这是我们看见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愿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说我们有耶稣就有奇迹，相信吗？你对隔壁说，我有耶稣就有奇迹。来，对，我有耶稣就有奇迹。还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来，我们因福音而伟大。阿们。你伟大吗？对，你伟大不是因为你伟大，而是怎么样？因为你有福音。阿们。你可以经历神迹吗？不是你可以行神迹，乃是因为你有耶稣就有神迹。阿们。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那牧师提出，第一个，我们要与基督死而复活的经历，我们要有这个经历，我们要有这个经历。我们看整个今天所读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整本圣经在谈论救赎神学最奥秘的一卷书哦。好，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要用比较多的去思考，才有办法理解。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论到了人是怎么样的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但是人的处境是往死亡去的，而上帝为了救拔人，已经早就计划一个救赎的计划，而这救赎的计划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并且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原来与神不和好的，而能够经历一个复合的过程，那恢复到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身份。哇，这样的一个真理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非常精辟的在那里来论述。但是我告诉各位，以弗所书不容易读，不容易读。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更多的来思考，会帮助你在信仰上会奠基更棒的一个基础哦。我们看保罗怎么样来论述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他说，在你们
还没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当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有两个区块，有两个区块是被怎么样？是被两个区块或者被两个势力所辖制的哦。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好，我们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那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些舆论。我们生活在台湾，台湾有一个民间信仰，对不对？民间信仰很深根在我们台湾社会的整个风俗习惯里面。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他过去不是基督徒，然后后来他皈依耶稣基督以后，即便成为基督徒10年、20年、30年，但是他在他的生活里面还是会有隐藏一些民间宗教的一些的禁忌，我们称它是民间宗教的风俗习惯。有一些禁忌，特别过年要到了会有一些的禁忌还习惯留存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一些都是辖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一个势力，并且说第二个是什么？是超自然罪恶的一个权势，就是什么？空中的掌权者，我们也称他为撒旦。那这个权势依然在我们当中在运行，而这个权势的战场在哪里？上次牧师有讲过的，是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两个恶势力在影响着我们。第一个是外在的，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一些非神意念的这一些的压迫，这一些的捆绑，还有另外一个是空中掌权者在我们的心里的战场，总是要怎么抢夺我们，回到黑暗的幽处里面。因为他说我们本从那里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本从那里来的，我们是被压制，是被捆绑的，是被绑架的。而如今我们如果清楚知道保罗在谈这个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保罗就说，然而神自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阿们。保罗指明了一个活路，在当这其中，我们还在过患罪恶中的时候，他就救拔我们。为什么？是因为那创造我们的神，他满有丰富的恩典跟怜悯。他既已创造我们，他就愿意我们在他的祝福恩典中来过活。他不愿意看我们在迷惑、在失败、在软弱、在黑暗里面的哭泣。他总是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救拔那黑暗的权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有明白成为基督徒，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保障，就是什么？靠耶稣必得胜，有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说，靠耶稣必得胜，有永生。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一切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必然可以得胜的，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而我们有永生，是神早为我们所预备的。而且借着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等预备好了，他就来接我们。他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这应许就是给我们永生的道路。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更明白，其实在基督里，我们也要一同跟他经历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属世跟恶者的辖制呢？我们怎么可以胜过这一切呢？那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他在整个公生涯当中，就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是死而复活。
但是还有一个神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的，也没有办法去经历的，是什么？是道成肉身。好，道成肉身，这出乎我们的常理能够理解啊。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上帝成为人。上帝怎么成为人？就新约告诉我们的。天使报佳音，圣诞节的故事喽。玛利亚是什么呀？未婚生子，对不对？所以很多宗教，别的宗教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是什么？你们所信的教主啊，耶稣啊，其实他是什么？私生子啊。因为玛利亚没有结婚啊，就怀孕生子啊，哇，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由圣灵感孕的。他既是神，他还需要经过人的道路吗？但是他甘愿为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而对我们来讲，好像也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然而，死而复活呢，其实是我们天天所盼望的。你有一些东西好像快枯萎、快死掉了，你总期待它能够复活，不是吗？对不对？这是考试结果怎么样？满意吗？不满意？你愿意死而复活吗？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有这种期待哦，而这种期待死而复活，其实也超乎常理能够体会的。我们没有看见一位教主，除了耶稣以外，他是从死而复活。耶稣也没称他是为教主，自己为教主，没有。然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对你我来讲，这是极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可以一同经历的。然而不只是这样，神对我们的祝福启示可以跟基督一同复活而已吗？他更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跟他一同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哦。所以我们的刚才的主导文里面，使徒信经，对不对？那是使徒信经，对不对？对，使徒信经就告诉我们，叫我们一同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这是神给我们的，既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复活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能力，那坐在宝座的右边也给我们了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基督的权柄也分赐了给我们。当我们愿意领受相信的时候，你我都掌握有这种权柄。感谢主，感谢主。这几个礼拜牧师要见证，这几个礼拜，当牧师8点多去到预备室进去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有人开始在为我们的聚会祷告。他们全心全意的在西兔的教室里面，在那里为了我们今天的聚会，为了牧师，为了我们所有服事同工，在那里守望祷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权柄，这是属天给予的祷告的权柄。他们透过祷告释放神的权柄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会所任何的地方，让这个敬拜成为荣耀主名，神赐下平安恩典跟赐福之所。阿们。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也可以加入他们。大概8点半到9点左右的时间。如果你提早来，你也可以加入他们。不管你用悟性祷告、方言祷告，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一件事情，而我也相信这是我们永光教会要更多的复兴经历更多神迹奇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电所。阿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权柄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常常去运用，是神给我们的，基督给我们复活的能力，也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权柄。我们不要忘了他，而以至于我们还常常落在那撒旦的辖制跟他的谎言当中，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所以
我们看施洗约翰的父亲，当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印象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哇，太棒了！如果我们清楚我们是被救赎出来的，而这救赎出来以后，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了，我们就成为圣洁的。而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是负债累累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代价，他说成了，就是怎么样把你我罪债所有的都付清了，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成为圣洁又公义的子民。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他，这是一生最大的荣耀。阿们。你跟隔壁说，你现在享受一生最大的荣耀里面来。是，所以我们要明白，成为基督徒的你有复活的能力跟荣耀，这是要确信的。阿们。你跟隔壁说，我有复活的能力与荣耀。哦，不只是牧师有，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阿们。对，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来想，我们既然可以经历跟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那我们可以跟基督同享为基督而活的一个生命。你生命的意义在于谁给你定义？我们的生活常会被别人定义，别人一句话就可以打败我们，对不对？好，特别你越关心的人，他的话好像在你的生活，在你的价值上占了一席的地位。就因为一句话，可能本来很棒的关系就怎么样开切切的呀，对吧？但是你的生命的定义是在于他一句话吗？还是你自己？你生命定义你自己定义吗？不，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定义，唯有创造你的这位神定义的才是100%正确的。若不是的话，你不要被他欺骗了，被他欺骗。我们因此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用话语来定义别人，对不对？因为他的价值，他生命的内涵是创造他的神给予他的，神给予他的现况，只要是向善的、光明的，只要是积极的，是神所喜悦的话，那你为什么还在否定他呢？不，如果你否定这个作品，你就是否定了神了，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原来就是这样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有把主要的跟次要的颠倒了。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哦，好像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忘了做，有没有？有的举手一下。我也有啊，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哇，今天明明知道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但是到要睡觉以前发现，哇，今天在忙什么？忙到最后，最重要的没做，那你会怎么样？你睡得着吗？对。但是如果是可以弥补的话，是 OK 的，你还是要安心的睡，因为明天你就马上写10个字条，所有的门的上面都给它贴，好不好？好，我相信你明天
每个地方都贴，你一定会把它完成的，那是 OK 的，可以弥补的。但是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把次要的当作主要的，而忽略了主要的话，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悲惨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大部分的人都还停留在动物性的需求里面。动物性的需求是什么？抢食物嘛，还有传宗接代。你就想想，住在你周围的这些你的邻舍亲戚朋友，他们生活的目标是不是这两个？有时候我们忘了神给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以为这些物质的就 OK 了，但是其实不然。神对你有更荣耀的计划。如果你紧抓住神给你那一份荣耀的计划的话，那我相信这一切你就会分辨出来，什么才是最重要，什么才是次要的。我要感谢主，今天你们坐在这里，都是选择那最重要的，而这最重要的会影响你们所有的一切。当你们更多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从神的话语去重新调整，让你的思维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话，那你已经走在神给你最荣耀的计划的路途上了。阿们。你跟隔壁说，你今天做的就是最好的选择。对，这是太棒了哈，这是太棒了。最后一点，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原文的意思呢？他的工作就是原是他的手艺呀。那手艺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们是神的艺术品，我们是神创造的杰作。哇，那太棒了！你知道艺术品有时候是价值连城的，对不对？就看出于谁的手笔写的。如果你有拿到张大千的名画的话，哇，书法的话，那你知道这个现在一定是至少价值1栋房子以上哦。你就不要轻易给它丢掉哈。虽然看起来旧旧的、烂烂的哈，好像写起来跟我差不多一样啊。不，只要它有签名、被认证过啊，那个价值是我们可能要赚一辈子的钱也赚不到那个数量的。但是你的生命呢？如果你确定是神创造你的话，那神的手艺岂会比张大千还烂吗？所以既然是极品，那我们要活出这极品来。好，所以在这里保罗更清楚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创作，神造我们。然而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创造之功。意思就是说，神创造我们以后，我们可能被这个世界这一些的观念、世俗的这一些的风俗所败坏，或者恶者在我们的心里诱惑我们，以至于我们就被捆绑，被绑架，进入到黑暗的国度里面，被撒旦所掌权的。然而呢，神为了救你，给你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创造在哪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创造了你。那这个价值又超乎之前的所谓的创造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经历这个基督的创造，一个再创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知道我们软弱，所以在基督里面借着十字架重新创造了我们。如此，我们应该为他而活，就理所当然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哇，这是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现在的你是你现在的你吗？这个定义有一点怪怪，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他自我的定义。我现在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听无，听有，听懂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里面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是太棒了。他有这样的体会，基督，他跟基督的连结，就我们可以相信，这是确实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要为基督而活，为荣耀上帝。阿们。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我们一起来说：为基督而活，为荣耀上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既然我们可以与基督同桌来领受他的身体跟宝血，那我们就同他有同样的 DNA 了。所以既然跟基督有同样的 DNA， 那基督复活的能力就必然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他掌握坐在上帝右边宝座的右边的权柄，也可以给予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他来胜过一切的。所以这个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把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而这过程我们也要说，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从死亡的血统转化为复活的血统。阿们。本来我们就是要往死亡去的，是无药可救的。然而因为耶稣基督这条油啊，救拔了我们，让我们的整个以血换血，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复活的血统的生命。所以如此，这是我们应该为他而活，而活出他的全能跟能力一个必要的。当然这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我们只用信心来回应，就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果实来。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领受里面，能够清楚地明白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都是一般常理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然而这是神的作为，神的计划，神的成就，叫我们凡相信他的都可以一起来经历过这一切的一切。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而也愿意活出为耶稣基督而活的生命来。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再一次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你可以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也许你需要的是你家庭的关系，也许你需要的渴慕的是你健康的问题，也许你需要经历死而复活，是你工作上，是你经济上，是你信仰上的。那不管如何，即便你在考试的数字上，
你依然可以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只要你紧抓住神，我相信神会让你明白走哪一条道路，你就可以丰盛，这是必然的。阿们。我们一起来经历，因为太多的基督徒这些前辈都已经告诉我们，像云彩那么般的见证，都是在跟我们说这信仰的可贵跟能力在哪里。但是我们要自己去经历，就可以继续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